Hello，係我洪仕仁，繼續我哋新聞女王2實力客串演員介紹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不時響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出現嘅黃偉棠棠哥。飾演大寶嘅棠哥，除咗係資深綠葉演員，同時亦係資深武師。曾為逾10部電影擔任武師嘅棠哥，具動作指導經驗多年，更做過知名藝人謝賢及張國榮等人嘅替身。令棠哥亦係香港影視界為數不多煙火特別效果牌專業人士。據資料顯示，現時仍響行內從事相關工作嘅持牌人數不足10人。幕前演出方面，棠哥多數飾演奸角，但鏡頭後卻係一名絕世好爸。棠哥跟太太結婚多年，育有1仔1女，為咗以身作則，從大女出世開始戒煙至今，並一改以往夜夜笙歌嘅生活習慣，早睡早起兼戒講粗口，至今30年。我係娛樂滿天飛嘅洪仕仁，下集繼續介紹新聞女王2實力派客串演員，下集見，拜拜。